我放炮。这个沙网就是摇把而已啊，然后利用手腕力量抛出去来，看一下没有什么用，觉得幸福只剩下真心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。有。周总，这把给我可不巧。我的美术来10块，老板。马上回家。哎呀，老板你什么袋子啊？我给你回回吧。啊！我操，开什么车？哎，豆豆，买菜啊？哎，对呀。我昨天手机掉了，没你号码了，重新给我存一个吧。嗯，好的。哎呦，兄弟，你咋没事嘛？哎，你没事，你没事。赚钱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。我左手买个诺基亚，右手买个摩托罗拉。这干粮好啊，我拿去补补运。这有没有拌粮啊？拌粮一米。拔河比赛现在开始，1、
你是爱这个吧？啊？没有。多多，快来帮我抬下算。好。来吧。走吧，我们去逛超市。好的好的，我要买吃的。走喽，坐好喽。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进来走。叫我回家。你怎么那么胖啊你？吃给我搞成啥样了你？一天就知道吃吃吃，分手！你没事吧？你有病啊你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回来干嘛？你是不是跟我俩装逼呢？谁和你装逼啊？你他妈有人了你就别动！我他妈不动我是你干嘛？你踹我干嘛啊？你他妈骂我干嘛？我打电话。今天教大家一个防身之术，当有人想用脚踢你的时候，来示范一下。夹打好，我们来一点快点的路。好。啊！你他妈不按套路出牌啊！多多，快过来！什么？给你看一个视频。什么视频啊你坐下看，你坐下看，点开。好的好的。什么东西嘛？绝活表演，淘汰赛。美女，你来试一个不？可以。弟弟，把电吹风给我拿出来。好。来了，拿去。谢谢。出呀出呀，我的骄傲放纵。
好吃。哇，好饱哦！你看那两个人在干嘛？看我杀他们！再拉一点，再拉一点。好的，马上到，好。我干嘛？我操！撞人了，撞人了！呀，碰瓷儿呀！啊，非你啊，非你啊！强奸，强奸！我操！我操！小样的，那什么没见？你他妈干嘛？我按电梯呢。美女，你会游泳吗？当然不会啊，要不然带个游泳圈干嘛？那你经历过绝望吗？没有。哦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。来呀，来打我呀！美女，我操你妈！没有啊！抓小鸡，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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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鹰抓小鸡，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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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咯叽咯叽，咯叽咯叽，咯叽咯叽。我操！你干！我逃跑了！我操你！要走了，我到那边去钓。啊，那你小心一点啊。啊！他妈的！你干嘛？我操！
我操，谁掉的钱包啊？我操，好多钱啊！